了一场那么兴奋、这么快乐的一个喜乐，对对，尤其我看他们在唱的时候，脸上都挂满了笑容。对。哦，刚才那个坐在婴儿车那个小 baby 哈，他刚才要跟着听他们唱歌，对，他就跳了。就是跟着摆动，他注意力有一直在看那个舞台。哇！然后还有看我一下。真的。对对对，他也有看我一下。看你一下干嘛？对，我也很开心。我看你很开心就对了。他们在看小朋友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这次真的是所有的牧区，所有的我的团队，我们几乎都是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，就是为了来感谢爱我们的主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很感动。那我们接下来是由我们的保罗牧区，他们要带来我们的戏剧演出、戏剧的表演。对，所以是。我们稍微等一下，因为他们最后的一个准备跟就位哈，需要一点点时间。那我们的保罗牧区其实之前在我们很多的像我们的受难桌，还有我们的圣诞节的一些相关的活动，他们都有做这样的一个戏剧的演出。每个都是戏精啊。都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哈。那重点，他们都是团队整个牧区一起服侍哦，不分彼此。不论这个剧本是谁写的，你演什么角色，在我们的过程当中都看到他们牧区在这个戏剧表演当中，带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或是提醒哦。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演戏最重要的这个环节的这个部分哈。没错。那好。OK 的吗？感觉他们目前还在稍微做一些预备哈。那一般的话，灯光稍微打给我一下。好，我要看一下台词，你有没有台词？一般在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主持人反应力的时候了。那你刚才有说你会几项乐器？待会我们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再表演。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要来欣赏这个他们的戏剧的演出了哈。对，没错。替换的爱。对。那我相信他们的今天带来的戏剧的一个表演，一定能够呈现。耶稣诞生等等，这样降临在这世上，那我觉得让我们有更多的感动跟这样的形式。好，那他们今天带来的戏剧叫做《替换的爱》，那我们一起来欣赏。阿文是富强大学的学生，从小各方面表现优异，凭着他聪明的头脑、灵活的手腕，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。今天是期末考，同学们都很紧张地在准备功课，阿文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因为面对考试，就算没有充足的准备，阿文总是有他独特的办法。老师进入教室，发下了期末考的考卷。同学们纷纷绞尽脑汁，努力地作答，而阿文却使出了他的绝招。
这时，魔鬼悄悄地为阿文戴上了说谎的罪圈。等一下。可以了，下课。下课钟响，老师收走了考卷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老师火速地批改完所有人的考卷。20分，你搞什么呢？60分，啊，勉勉强强啦。80分，算有努力哦。不例外的，阿文又再次的拿到了100分。魔鬼开心地为阿文戴上了骄傲的罪圈。阿文学校毕业后，努力工作赚钱，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，他对人生价值有了一套自己的看法。高级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享乐，才是人生应该追逐的目标。富强精品街更是阿文常常光顾的地方。在这热闹的街道，店家们无不期待阿文的光临。拥有这些高贵奢华的名牌精品时，让阿文感觉到自己是优秀的，是成功的，他的人生是胜利的。定格。阿文看了看魔鬼为他戴上的虚荣的罪圈。阿文看见精品街的街角有一位可怜的阿婆，更觉得阿婆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破坏了这一条美丽繁华的街道。他想给阿婆一点点钱，叫阿婆离开，却仍是嘲笑戏弄着阿婆。魔鬼得意地为阿文戴上冷漠的罪圈。
有了财富、地位、名声。阿文觉得人生的最高峰好像不应该只是这样，他觉得一定还有更吸引人、可以满足自己、填满心灵空虚的东西。经过好友的介绍，阿文和瑞哥终于找到了。他们来到了萍姐的店。萍姐为着他们特地介绍了店里的3位镇店之花。这时候的阿文心花朵朵开，看着那么遥遥美丽的3朵花，感觉就像是来到了人间仙境。渐渐地，阿文在酒精的世界里麻痹了自己。魔鬼高兴地为阿文戴上了酗酒的罪圈。也不自觉地以挥霍金钱来掩饰自己心中的孤单和脆弱。魔鬼更是欢喜地为阿文戴上淫乱的罪圈。几年下来，阿文迷失了自己，醉生梦死的日子侵袭了他的身体和灵魂，也渐渐地夺走了他努力工作所累积下来的财富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身旁的人也都离开了阿文，独自一人穷困潦倒的阿文，只能够在街上挨饿落魄的乞讨。阿文全身肮脏污秽，让人觉得厌恶和可悲。看见昔日好友经过，
阿文心中更是悲伤痛苦。魔鬼不断地提醒着阿文，你是羞耻的。长期的饥饿折磨，使阿文备受煎熬。阿文不顾一切地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食物，吃了起来。魔鬼在阿文的身旁，大大地嘲笑着阿文的贫穷。当阿文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是完全彻底失败。魔鬼也在阿文的身上控诉着他所有的罪过。阿文沮丧绝望地被绑上十字架，准备接受刑罚。耶稣在这个黑后走向阿文，耶稣解开了阿文的锁链，阿文的心中感到非常的害怕。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耶稣把罪圈从阿文的身上一个一个的拿下，并挂在自己的身上。阿文痛哭流涕，觉得自己怎么配得这样的被爱。魔鬼在一旁嘲笑着耶稣的愚昧。耶稣甘愿牺牲，为阿文被绑上十架。魔鬼一刀一刀地刺向耶稣。这残忍的一刀一刀，替代了阿文的刑罚。而罪牌也在这残忍的刀下，一个一个的脱落。魔鬼们洋洋得意，觉得他们已经胜利了。耶稣断开了锁链，胜过了死亡，来到了阿文的身边。耶稣扶起了阿文，
深深地拥抱了阿文。阿文明白了，耶稣为了爱他而降生。阿文勇敢地接受了耶稣的救恩。这替换的爱，使阿文重新拥有了全新的生命。各位富强人，大家平安。圣诞节一般大众而言是欢乐庆祝的日子，但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是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。我们透过感恩、喜乐、认罪及悔改，迎接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在我们生命中。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上帝的爱的实践。圣诞的喜乐是从被救赎的盼望而来。我们当思想，在这个救赎的大日里，神如何的爱世人，如何将他的独生子赐下，流血洗净世人罪孽。这替换的爱是无比的爱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们的主耶稣。耶稣的爱，替换的爱。愿每个基督徒都能看重耶稣降生，献上自己为活祭来替世人赎罪的严肃意义。保罗牧区祝大家圣诞平安，恩典喜乐。太感动了，谢谢。